这个咱顶回问诶，回去有没有看马桶？好。跟这里面。是真的浪费。有厉害的同学，他就会讲说，我们的低气压不是逆时针旋转吗？所以马桶的水跟低气压一样，都是受到地球自转的力量，所以它也是逆时针旋下去，是吗？有观察的举手。你观察的是这样。我较早嘛是想安尼哦，过来当前，我要跟学生说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它跟地球自转，那个你如果再熟悉一点，你还会学过科氏力这一种各名词。结果有一次看到公视的节目，有眼追，他就是在讲这个，而且他还亲自做实验，他还跑到南半球去做实验，所以我之前都说，南半球的就是顺时针转啊，因为南半球的台风就是顺时针转，我们上章学过嘛，南半球的低气压是顺时针转嘛，北半球是逆时针转嘛，所以你到南半球，你把洗手台拔掉，它就顺时针转下去啊。他真的去做实验，而且他做实验不是拿一个洗手台塞子拔掉这样做哦。你要讲实验哈，实验就有物件，你要去除掉这个变异，所有的变异都要控制，只有差别南半球、北半球。你 use hand 安尼扭出来，负无？你的手敢有劳动？这敢是变异，对吗？所以他们的实验拿一个圆筒，下面牵根管子，然后下面是开关，也就是这个开关一开，水流下去，然后上面的水就形成漩涡，不是用手下去把塞子。结果你知道实验结果是什么？我看一集电视啊 ，very shock， 我甲学生讲唔对啦。答案是正顺逆都有。为什么？成大的物理教授对，因为台风这种东西距离很长，所以它会受到地球自转的影响。洗手台这个距离太短了，地球自转的影响，科氏力这种物件不影响。所以造成上面上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你一开始的劳动，一开始的微劳动，到底有没有让它产生顺台力？所以洗手台这一个跟台风是不同款的哦。等一个观察。好，咱来看迄个台湾的季风。来，这是咧陆地，这是海。来，咱看寒天的时阵，in winter， 咱的大陆气候是安怎？较寒嘛，陆地的比热比较小，所以温度降得快。冬天冷，冬天冷造成什么结果？冷空气比较什么？比较重，气压就怎么样？比较高嘛，对吧 ？High pressure 嘛，高压 H， 所以来高压怎么转？高压怎么转？顺时针，对不对？在冬天哦，
所以吹什么风？南北风，东北季风。来，那热天的 ，in summer， 离岸陆地比2小，对陆地的 temperature 比较高。来，热并过来，加变热它，陆地这里变成什么 ？low 低压 ，low pressure。来，在低压就是海洋加安怎？高压，因为像低压你零一个高压去补嘛。海洋加高压，高压也是顺时针，所以就怎么样？夏天西南或东南季风，这来做讲起来带出哦。无论是这咱后一课一开始我讲到气团air mass 气团，气团这个名一大团空气。这就是西伯利亚的迄个冷气团，这就是热带海洋太平洋暖气团。来，就冷解，冷气团跟暖气团哪一个高压，哪一个低压？你不要说它一冷一热，一定一个高压一个低压，错了。冷气团也是高压，好 ，high pressure。暖气团也是什么？也是高压，也是高压。冷气团跟暖气团都是高压哦。好，所以一个变色，咱的迄个季风气候、季风气候，拄啊冬天甲夏天风向相反。一个东北季风，一个西南季风。好，咱刷来拄仔接下骹343气团甲封面，气团甲封面。咱气团就是讲一片大的区域，area， 伊经过一段时间，伊内底空气的迄个 temperature、pressure。温度，甲 humid 湿度，拢共款。伊爱一大片哦。咱台湾的上空无法度形成一个气团，大陆还是海洋，靠材料形成气团。你这个气团形成了后，你这个气团形成了后，伊就变成气团。伊若南下，来这叫啥？大陆冷气团南下，这叫啥？叫寒流嘛，咱定听到嘛。好，下一节344再变气候。好，来热带海洋的暖气团，咱甲拄仔佫讲到。这个冷气团造成的东北季风会形成啥物？咱的北部拢落雨，所以咱北部的迄个寒天雨水足够。北部，咱基隆、宜兰那地区，叫渔港嘛，他们冬天都在下雨。我以前住台北的时阵我都特遐冬天呢。你知道台北冬天很讨厌，伊落雨落规工呢，安尼乱规工啦，你做细拢袂停，你出去你若撒迄个雨伞雨伞袂动，但是你无撒雨伞你的头壳会动去。因为那个雨不是用下的，是用飘的。冬天很冷
可是冬天如果下雨比干冷下雨可以让你的温度体感温度至少再降10度下来。所以我很讨厌北部的冬天。你想要咱南部的冬天拢无落迄个咱这个东北季风搬，搬山过岭到咱过中央山脉南部就是下坡了嘛，雨都下完了，所以空气就干燥了嘛，所以我们南部的冬天没雨。我们南部受季风正面吹拂是什么时候？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问题是夏天又有台风又有梅雨，对不对？你再加这个午后雷阵雨，所以我们南部的降雨不平均，迄雨拢落去热天啦，所以现在开始水库会拉警报对无？咱这冬天，当的冬天南部的水库就拉警报，就无水通用，伊就来添水，就是安尼。北部的迄个雨较平均。所以这就是迄个大陆冷气团跟海暖气团，两个都是高压记得两个都是高压。气团下咱讲到封面，冷暖气团交汇的地方叫做封面。相拄会着啦这两群相拄会着，相拄会安怎？相拄就开始车平，车平安怎？哪两个高手安尼比拼内力共款？冷气团是迄个中间人，暖气团是需要两个先相战。结果比拼内力的结果，啥物人较强？啥人较强？不一定咱讲有时七更，有时微更啦来，一般来讲 ，in winter， 谁比较强 ？winter 的话，一定冷气团比较强嘛，所以冷气团就怕你嘛，冬天嘛是有暖气团但是冬天的暖气团就爱咪手very weak 冷气团强壮 strong， 所以车平的结果内力比较强，我来甲伊杀过嘛，我来甲伊杀过，这是封面，我甲伊杀过，这叫冷风，这叫冷风。咱的图形是安尼尖尖，但是伊的交界面发生啥物啊代志？啥物人较重？几想啊？冷空气较重嘛，所以冷空气那产生安尼，甲暖空气吐起来嘛，所以伊的交界面不是安尼平伊安尼一个倾斜，冷空气顶火，暖空气伫下骹，地面的交界面，所以伊造成这个封面胶。这个热空气，这边的热空气又吐起来，而且会有混会安怎？raining day， 封面是安尼行的着，封面是安尼行的。所以来，咱看封面过境会发生啥物结果？冷风过境，咱即摆看是冷风过境冷风过境会发生啥物？第一，风向改变。我们讲冷暖气团都是顺时针，对不对？你这边顺时针是这样绕，你这边顺时针是这样绕，原先这样绕，现在这样绕，是不是180度的切换了？所以冷风过境会发生风向改变，然后风速变大，风景头，今仔日风景头，来温度会安怎？温度会安怎？high or low？ 你
你过来个冷气团啊嘛，后壁冷气团啊嘛，所以温度会安怎？落，做落的。啊来，雨是毋是落来？雨是毋是落来？来，封面先来啊，雨先来。封面先来，雨先来。封面先过雨啊来对无？这叫啥？风雨，降雨。发了这种风哦。来，热天的时阵，热空气有长秋啊，暖气团就摇摆啊。冷气团。拄着伊甲散过，这叫啥？暖风，这叫暖风。暖气团敢甲吐起来？袂啦，暖空气一定较平的啊。你莫讲冷风扇，冷气团上暖气团就甲吐起来，即摆暖气团上冷气团，暖气团吐起来。袂啦，暖空气。这个定律它的密度就是小，它一定就是在上面嘛。可是它推过去，所以它发生了什么事？把冷空气这种好像就是暖气团去背去冷气团的顶管，了解？各位顶管甲压来去散，所以因的交界面变了呢。因为是背去的，所以冷风的坡度它比较陡，暖风的坡度比较缓，就是说这个交界，这是剖面，这个交界比较缓。然后它的锋面在这里，因为锋面就是地面的交界，也倒里是安尼半圆形，记会起来袂？你若记袂起来，我甲你讲，这叫寒风刺，所以讲呢，暖风的语言，沿箭头的方向，圆的箭头跟尖的箭头方向都是它前进的方向，所以你唔通画到这边，这半圆爱画这边，因为是安尼散过，它的前进方向是这样子。来，云在那里形成，小港啊，混里加，所以雨就对对。就你家，所以雨先来是锋面先来，雨先来，所以是风前进。第一个知影是安怎？暖风叫做风前降雨。这两种雨有啥物无共？伊的坡度缓。所以伊的云散较开，所以落雨落几工，送落较久。伊落较久，伊的雨会较细，但是伊落较久。伊的风较大，但一两工就过来。其他的风向改变，风速变强，拢相像，但是暖风伊的特征就是。伊过了后，天气会回暖，因为你刷来过来的是暖气团。安尼这两种，无问题OK。Any problem? No。刷来，单方面有四种。冷风、暖风、自由风、球部风。球部风，国中地球科学无讲。球部风它复杂，伊是两道封面把一道封面抬起来。高中地球科学才会上到。我们第三个讲的是自由风，跟你连春末夏初的时冷暖气团威力差不多，所以僵持不下。这时候我们的封面就是
它是这冷气团，这暖气团，伊封面符号就是安尼交错，符号。啊，伊若僵持不下，这个封面可以维持一个地方很久。啊，这总共个造成讲，咱的春末夏秋的梅雨季节，因为这个封面啊，拄啊伫台湾的顶管，伊就开始落做水缸，落做水缸的雨，啊，那就梅雨季，好几个礼拜甚至1个月都有。啊，这个叫自流风，自流风。咱台湾吼，会有自流风经过，嘛会有冷风过境，但是咱足少有暖风，因为暖风发生伫咧纬度较悬的，比如讲日本、韩国那一带，所以我们的气象，台湾的气象，你很少会听到暖风过境。啊，冬天那时候会冷风过境，冷风过境跟寒流来袭有什么不一样？差伫啥物物件？很冷。我今天那边。瑞啊，韩国小天王。有的好无？寒流足大，啊，寒流就是冷气团干燥，但是你若封面来，你要看之外，伊会落雨。